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香港有一个剃头的作家，6月18甲代替包车补办婚礼。这个婚礼车为新左营站驶到屏东的房野，沿途是吸引到不少的剃头妹来翕相。也毋过有人为着要掠这个画面，是爬起伫滨高道边仔的监视器的栏杆顶，甲感应器的架仔顶，结果互日本的网友翕到，放去伫网络。 外界都口说咯，讲这真正是写死写情写到国外去。台铁局讲已经报警来处理，若果有违法者，将会用铁路法罚款上悬5万块。火车要来赶紧闪，要过依然有一堆人站伫铁轨路边，因拢是铁路迷。为着要抢画面，各出奇招，有人搭伫椅仔顶，有人安尼做。 三人一个居伫号志顶的边仔，一人爬起监视器的栏杆，一个伫感应器的架仔顶。结果这个画面，互日本的网友铺上网络，互台湾的网友讲安尼真见笑。有一个乡亲嘛感觉安尼无妥当。安尼太危险了。他这个本来就不是给人家爬的啊，这个安全上是我觉得是蛮有问题的。迄天到底是虾米火车？大家爱安尼受真心。 原来是香港的铁路作家萧杰行6月18，甲代替包结婚礼车，用插电的火车母拖启功号的车厢甲客厅车，为新左营站驶到屏东。沿路拜访两个代替的路线图无对外营运的车站，包括旅客袂当落车的房野车站甲瓦地潮州，因为安尼有真个铁路迷来收钱翕，也毋过为了要翕这画面，冒险爬遐悬已经违法啦。《铁路法》第70条规定。 裁罚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。台铁局嘛表示讲，欢迎铁路迷翕相记录历史，也毋过嘛呼吁大家爱注意安全。上要紧的是，唔通为着翕相来犯法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